杨树科客家人有名堂，根本啊来了地方啊，东特别啊吼，佢算啊吼，全台湾啊吼，第一座的客家文化园区啊，佢都那边的啊，佢都三峡隆恩这了地方，根本啊来了地方啊，唔系来了地方旺旺的，因为啥？俺讲，佢算啊客家界国宝中的国宝，他又是发明家，他又是个画家。来唐颖讲啊，他的一幅画，唔知要几多钱哦？300万。大家好，我是刘兴庆，谢谢。你香港咯，陈独跳啊，辛苦，亲产，亲文嘅声音啊，見老咧，你香港咯，老古獨啊，辛苦。我帶你台山背，出寫些台山背，台山背嚟喎，非常善讀。人講啊，要賣得莫架台山背，上架石頭都在，下架石頭特背，食飯書頭嘅幫助財啊，非常偏強嘅為所。當感謝劉興慶大師講嘅安定人下嘅自我修建呢。劉興慶先生1934年喺新竹橫山台山背嘅農家家庭出世，阿公阿婆同爺愛都係行業。逢鄉國小畢業過後，考到嘅九年初中，才離開台山背。啲廿以前啊，佢知道全世界都係行業，都講得客話呢。過後佢考到嘅台北師範學校藝術呢。畢業過後，喺台北市元樂國小嚟做美術先生，同時咪開始畫漫畫。其中當有代表性嘅就係太叔婆同阿三哥，還有幾億人也到。而美國期間又開始嚟做民俗畫，內容單單用台山背嘅客家神話嚟做主題。恩大幫先生嘅畫作展覽期間，老記約好見面。劉大師愛親身為人解說，嘅畫作地度有客家故事哦。這個哈，就是標準的客家人的三合院哈，哇，中間哈，客家的國寶啊，冇簡單哇！劉興慶老師啊，哇，阿總顧啊，哦，你要看到啊，你那位開了哦，要算畫展衝嘛，哎，真也很強，還有那位哎，阿篤啊，你好，Where do you come from, sir? 我從來澳洲。哇 ，Your Chinese is very good. This is the king of the Hakka, the master. Yeah, in the Taiwan very famous the picture.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你觉得这个画怎么样？非常漂亮。哇，你講得非常漂亮。这个你在國外有看過類似像這樣子的畫嗎？有沒有 ？You ever see any picture like this one? No. This is the Hakka culture. Yeah, in this picture， 有點像是客家版的《清明河上圖》一樣。上河圖啊，清明上河圖，very famous。看這個房子哦，標準的客家的三合院。客家貨房。呀，劉家是愛不卡，劉家拜拜我這客。圍坐茅蘭台上坐，是文是草前來過，無奈就是小些肉。這部按照潘做嘅水墨畫，係劉先生的2010年24世紀嘅記憶，用1年lang嘅時間畫好嘅，有彩色同湖拍兩種版本，當正式嘅呈現出講是劉和做6年搶人客嘅情形咯。嗰啲人客眾多，佢差唔多啲扶風搭起來哈，這是架車做個車頂呢，帶東西菜，所有隔壁鄰下以為都是搬來陳燒。些時節，然後小朋友就坐在這個上面，這個柴的上面。那大人就坐在這個地方，有板凳，對不對？對。小朋友就大概席地而坐那種感覺，沒有桌子，然後就直接用那個以前那個曬茶、磨蘭啊，對。磨蘭啊，哇！所以說這幅畫真的很能夠反映出那早期客家人請客的時候，大家來幫忙那種感覺，那種客家原鄉那種感覺，對不對？Hakka food is very famous， 客家的食物非常是文是草。你一定要去吃。你何主任，你可以跟他講一下，是文是草，英文怎麼講？你當場考我。我哋客家人、長人客
提胖牌说呢，时温时潮的啦，有用体个上啊，那是温才当好些呢，时温嘛个，天气好时要温狂肉啦，笋干啦，咸菜啦，菜头啦，时潮嘛，炒荷兰头啦，韭菜啦，白菜啦，还有看个其他东西有乜个菜然后呢炒时椒，土种肉啊，挺少的，但是该菜当标记地的安样好胖牌是用做盖盘呐，盖肉盘猪肉切客家人吃的东西，莫讲掺来掺去，客家人注重你的年味啊。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这个算是来台湾教台湾国家代表队高尔夫球的 the coach of the golf. Yeah, thank you. I wish you have a good time here, and this picture is very very famous, and you can look around the all of the picture is the Master Liu's picture. You can go to either 四文四草 yeah, and 何主任会买单。你负责，你负责。冇想到人家客家一个英文含义好呢，也种判作就像强名送好同样的，我来好好欣赏。客人头摆嘅生活情形就表现喺地度。接下來劉先生會繼續講出花作地度嘅故哦。剛才你看見講來啊，你有學問的嘛？喜事啊，好事誒些，咁樣頭前後兩咁樣切講喪事壞事啊，就大王講了。也咩青菜哦！姑收办喜事，切的，錯。办丧事，用横的端菜有这么大的学问，客家人你看那来人客可能就你是台中来台中市的些台中人来，人会咁少客人，兩公婆少客人。要台中來，我按鈕。你係日本人，你看就是不用人是。跟在後面。三鋪，佢咁做唔得咯，哎呀啦，你看是啲客家人都係些什麼送東西送啲老人家咁樣咯你看啲食盤嚟時全部誰來有嗎？真嘅呢，冇看到誰買誰買係你煮煮東西。但你食飽天熱暖講溫度，誰買你來食？誰買你來食其實呢？可以吃的嗎？有好吃了。乞丐也不能輕視他，其實呢也難可以照顧佢食人。真嘅客家人就是真的熱情好客，連乞丐他見到有一種。喺佢哋喎標準嘅客家人嚟三合人，前屋、橫屋。愛屋頭擺這樣呢？我覺得這個很有教育的意義，讓懂得客家人，咩客家人都嘛做得啲客家嘅文化，還有咧落去佛。那是美國大世界啦，你呢他鄉做故鄉，一發為上故鄉嘅。花椒常愛講演講啦，佢頭先題目去談乜嘅咯？談下你頭擺攞頭擺嘅生發嘅故事。我想到用前頭用講唔會穿插，用發出來將會看到會清楚。所以呢，還是美國大些，但你有限是緊這個發，我係冇發出來，冇人知啦。頭擺下你樣板係苦咯，開天。開行機啦，讓佢放冇間啦，當大爽故所以頭擺老人家嘅生活，啲羅子公，讓百姓辛苦生活嚟，全部嚟去記錄起來。因為想愛同客家頭擺嘅生活文化傳承下去，劉先生用為10公年嘅時間，發好為300人種民俗畫，除咗泰山杯4時節嘅記憶以外。還有另一類當重要嘅內列，就是行人嘅白公白鴨，一條紅鴨要當到一下都冇睇咧，看唔到嘅。
你还嘛个做嘛那个？样，按照轮米哈，糙米要变白米啊。嘿，哦，我是用种苦种很辛苦哈。嘿，白米表啊，你石头，你两只莲呢，用牛奶用紧滴半日啦，你的米将会变白米。嘿，我挺辛苦啦。人家进步都有该自动化那个碾米厂。对呀。铁拜碾米是按有一张碾，然后上面有那个石头砂头，按有绕圈圈，然后来碾那个米。某来看到啊吼，唔底下铁拜做的按用来碾米，真的唔底迄按用来做的呢。嘿，要做嘛个？哦喏，糯米啦哈，锅我变米的些，你的米拢是糯，你是做你的糯啊，你也蛮简单，呀，冇人会做的啦哈。也到一下都记毛体嘅行业，刘先生用其轻巧嘅画笔，正式嘅记录下来。也种打草鞋啊，就系花头摆加工，限的时间打草鞋来打家风嘅情形。然后也种罗木马表现出女娃头摆读书嘅当辛苦又当危险嘅工作情形。木马呢个东西啊，就艺法噶哈。中国为上人来，为上海人来，通过是两种。第一，唐山那个罗浮，第二是台湾的木马。你一个月薪水几多钱？480块。480块。我一天的稿费正好480块。哎呦，根本话来了以后，机会按难得了吼。你可以帮我画一幅画吗？不可以。上人来，我上海人来，通过是两种。第一，唐山那个罗浮；第二是台湾的木马。你看你是电影哈，雪橇一样的东西，加个山当去，主要在个种树啊，山当的润下来呀，靠这个放很多的枕木留下来，平常是老公来。姑娘送，他讲样噻，去动冇动啊？故说哎呀，哦来呢，冇都能哈，都能。啊，家半日后边这样来多咗去，然后呢5度好啊，是跌落啲山下去，所以啊会上瘾啊。故所以女娃啊，介入安度寡妇村，老公来木马时在村度，姑娘是。该女娃，日本时代也来木马人50走病，用比走病还那危险，太危险了。哦，辛苦。过了些好进步咯，有特别，要进步咯，变安话推叉，客家人金田叉，普通是推是抽4-3天，说这飞叉用隔山咯，一条铁路，该要只几天哈。小的人3个多的人啊，哦，好小的人下来，茶拿下来，讲下个顺头，让中国人往上去让来，上家人的让个下家的人，哦，在人让个在货个差的，哦，你条铁路是哪？你今天下路是哪位呢？你这里为。竹东道江林嘛，有一条是顶窗啊，是你见唔见？你看唔到诶，冇咧。详细来欣赏一条民俗画，就看得到画到当腰、当枪真实嘅样诶。刘先生讲啊，从一条为70年嘅老头摆，记限记到当详细，也同其小时节嘅经历有动态关系呢。爱苦嘛，细。来木马来大石炭哈，小火炭，我乜嘅我做過，又講得就福氣，我要做過了解，我要曉得畫，所以是種啊，畫了就200-300張哦，全部人啊拿去點上去啦，人啊報講哦，2-3年所簡單去擺。穿下步，後生人呢，成人呢，了解，哎呦，出版嗰啲老主公生活很困難，你做下來、留下來嘅東西，啊，你好好的珍惜呀。哦呀，動腦嘢嚟嗬。啊，你係講嗰啲
客家人的节日天春日啦。哦，天春日哦。哎，头年摩天10万座，过年了到天春过，19度角幕後河，最好喊係衝山歌。哎呀，描寫係竹東天春日有山歌比賽，打鼓咯，打笛咯，打通咯，矮顯呢？簽車咯嚇，還有寫阿哥寫埋對唱咯，當然會人看感情當好啊，親生詞當鬧熱。一到劉先生民俗化嘅第3尾當重要嘅內列，也就是客家人過年過節嘅活動，一到尾都係祭祀時節親好嘅回憶咯。你看董牛日是客家時誒，他嘴一定是方的。係啊，哎，再會開係鬧風暴喎，哎，你一蛇屙，然後頭擺嗰啲蛇屙啊，當殘嘅打旗袍，哎呦，見啊！裝啲開膛褲哦！哎，那董審計咧，你畫得好寫實哦，哦，啊你佢啊當上助理啊，有毛，你鼓手拿個水桶，水桶帶呢哈，佢摸風暴啊，那傳個糖葫蘆，按照現炸咯，現在，不是食哎啦，還有咧，客家人練舞。呀，樂隊有個客家人的運動會，客家精神能吃苦，肯方讀書勤練武，強心保家能為國，活力充沛勝猛虎。你看晚上的時候有師傅在教哈，使用各種武器，大人小孩子都在練。你看，把這個精神推廣到現在，6堆客家就是有運動會，每年。從這個精神開始。哇！咁你頭擺時間有練冇？有哦，真嘅啦！哎呦，嚯！剛剛先看很猛男喎，都有這個8塊肌。頭擺啊！哎呦，啊，上打那就普通的腋下偷桃，粘那些，你頂好用啊！所以哈，我做40年的潛水教練。哇！哦，身體當好，冇人來得愛好，真嘅哦。係啊，東西巴當衝着巴地人，唉，攞呢來唔好。冇啦，你睇下哦，欣賞呢80人時，你看身體還按好共發，身如洪鐘誒，頭擺底子好，真嘅。啊，離譜啊！腋下偷桃，哎呀，頂好用。講到頭擺嘅事情啊，劉先生就像係聲音喐嘅，笑到當歡喜。接下來我小嘅另一種法，也係重點當中嘅重點哦。你下個哪裡啊？吼，你馬算啊吼，劉先生啊，董有名嘅一個畫作啊吼，雙背啊吼，也是看得到啊吼，也是落去佛佛。哎，好，哪個佛？哪個佛？上面呢，你看這幾句話非常棒。泰山背山果班田，你落去佛佛都泰山背咖啡。散檔咖啡吼，佛體猶在彭山堂，相留嘅是彭山堂。錯，劉公林松權耕耘，後日來台主係林松，劉林松，在好天自家天九重，也係真喎哈，你微香微嫩石鼓做喲，哦，你睇個牛腩嘅兩盞啊，也屬介意嘅為所，後前是叫做重要化油嘅熟了哈。一山青高哦，泰山背的竹山啊，嘿關鍵青嗬，看到是董兄而已啊。董有特色，欣賞黑畫吼，值得珍藏是，你有很多畫工，一些人物就是你的特色，又有泼墨山水畫的感覺。古時候欣賞會畫的形式有很多種。一幅畫300多萬，我覺得值得收藏。頭擺欣賞啊吼，你頭擺外地你係搞書誒，你一個月薪水幾多錢？480塊。480塊。我一天的稿費正好480塊。哎呦，一天的稿費480塊，頭擺之後欣賞一個月的薪水才480塊。古時候哇，欣賞頭擺穿洞洞吼。基本上來了位啊，機會暗難得啦吼。你可以幫我畫一幅畫嗎？不可以，因為年紀大了。
爱讲小众啊，你想爱骗人，计是无按规好。刘先生讲，因为法爱用心想，又懂实力，佢一下嘅身体呀，实在动唔掉诶。故说是做得对阿忠姑讲排泄了。你想留嘛？嘿你还同好去彭山通嘛？嘿，我彭山通彭山通。讲真刘邦嘅台步样哦李治传下来。真的哦。哎呦，那你可以讲清楚一点，那族谱。李治该内传下来吼，是按照彭山通啦，嘿。也系阿爸啦吼。哦，刘新清吼，你爸爸是刘家坤。刘家坤，像刘的家同学去彭山通。刘邦啊，嘿。只是彭城的人呐。哦。该样是的发祥地是彭城嘛。刘先生讲，刘国嘅老祖公对广东潮州普能驶来到泰山杯，不过刘国火房现在延长研究无去涨，东可惜已经拆脱咧。所以咧，刘国子孙佢有自己没有义务爱为老火房留下记录。欣赏睇泰史嘅画作，接下来刘先生会请小组来说正经嘅客家材料。也間傳堂係技術前嘅客家主題傳堂，甚至還有太叔婆等現象嘅員工同人做盤共下來示範。劉先生的經典漫畫人物啊，大嬸婆來嘞！哎呀，大嬸婆，還有先生嘛，係發明家，然後這個機器人，哇，先生冇簡單呢。大嬸婆，她的這個角色你是怎麼設定出來的？佢係阿妹啦，嘿，阿媽媽。哦，娘媽媽，對哦哦，娘媽媽是上了，大嬸婆哎，公会动台上哈嘿，有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讲廖的。曼嘿，小扮演當唔講，嘿，冇必要。年年講嘅來摘沙摘到阿媽嘅年為講，俺啲摘沙劉先生是不如是啦。嘿，cái全部嘅劉先生當為是嘅故事動態，你看到底下安排。cái全部慢上嚟，我啊上嚟嘅年全部比先講啊。喲，你樣暗吼，係啊，身體是暗有壯壯啊。有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讲廖曼的：嘿，太叔婆昂爸爸，看到凡人之手嘛，恰记家了求报复，报复地图中七八，拄到亲家相会，那来枪击杀，哦好唔拄好，跌落天内下，杀了石头淹到满七八了，满七八。神奇，嘿，只系因为情节啦，嘿，按照硬讲硬讲啊，啲拄到反应就是马鸡啊，嘿哎呦，当为上打了，你当有你咯，开始腋下偷桃是几方面哦，是几方面的哦，但是吼，大家看到都讲，哎呦，日头晒到出，晒師傅的還蠻紅腸啊，去做些，給他上岸台。對哦。哦，有一次哦，日本那个美国来轰炸，我们客家人看到老鹰来，把它赶走，不然他会吃小鸡啊。呀吼吼吼，对酒鸡。结果他飞机来了，飞机吼吼，飞行机啊，在交提机嘛，飞机对照机啊。唔通讲 rap 讲机，飞行机嘛讲机。先生啊，唔好按好笑啦。不過話正式嘅太叔婆，也就是劉媽媽，上改正件動態，大家都很記雷公媽哦。來喲，食太長了，有條客家菜呀，都係劉先生親好食、親經典嘅呢。客家三寶，第一，鹹菜，鹹菜，按照卜菜，卜菜，結醬。菜脯啊，卜菜做鹹菜，做豬肉湯，就換結醬，你三青肉啊，你看啊，客家三寶，有有卜菜，哦，係鹹豬肉，結醬，
哦，蜜桶有吗？当然。哦，你最中意的是哪一张？这个那么看。猪肠炒姜丝。哦，张啊耶，里落呀心啊连心哦，娘子骗子莫言的哟，阿哥们有什么该哟？哦，是猪肠炒姜丝哟，啊那上身炒姜丝。哎，你有发现冇？刘先生啊，当有生路，牙齿咪当好呢。无论自己嘅、主创、自我嘅，刘先生都识到谁最叻皮。此时刘先生啊，就是牛肠马肚，一摆会识到5-6万番赚回报。10個太蠢，小總愛自家去泰山杯拜訪先生嘅保衣家。另外先生呢，愛轉去來登班了。唔過佢早就安排好嘅渾身代表，我哋接待小總了。開門見山熱神動啊，鄉親滿岸神公眾，庭園樹高迎風電，蘿蔔樹下喜海棠。哎呦，真經很講看那山。倆是的吼，劉先生啊吼，最有時嘅啊是帶倆位泰山杯啊，倆下杯是黃山。哎呦，太子啊！哎呦，你帶倆地方真經有獎哦，看到倆山哦，心情是動好你的嘛。有山有水啦。倆是泰山杯嘿啊。係啊，這真泰山杯。這時嘅劉先生是帶倆位。係。聽說他有個特殊的專長。個細些個大神婆啊，唱而去做些生，能唔拉屎啦？按牆當到雜叉，佢扮演當唔講，冇必要。年講嘅來雜叉雜到阿媽個能唔講，按佢特沙劉先生是不宜事啦。個全部個劉先生當為是個都市動態，你看道理下安排。個全部慢上來，蚵仔上來個人全部比先講啊。喲，你命硬吼，係啊，身體是按用壯啊。古時候倆位頭擺東東人都倆位種嘛個，種叉、種甘蔗、番薯，頭擺人有講啊，有冇有是冇加泰山杯喲，上加石頭都在，下加石頭是都杯喲。啊，太子，個大神婆老年係嘛個關係啊？梗係外婆啦，梗係劉先生嘅媽啦。哦，哎，你看你基本做了嘛，等於大神婆一個彌陀誒，嘿，你算是小神婆，第3代誒。該有機會去娘不卡抽一下嘛，看一下娘不卡，突然間好，來。魏太子係劉先生家子嘅母爺，也就係劉先生嘅侄女。劉父嘅親戚一下將傳到魏太子生日，還係啲泰山杯。太叔婆落回家下，咪係同魏太子啲泰山杯共下過日咧。魏太子看到小總來拜訪，聽得那就板嘴也到劉父嘅寶貝，也到準備作為家拉夫，都要記下10年嘅歷史咧。咪同劉先生啊有動態嘅關係咯。古時候看到按頭那露頭擺東西啊，他很多的畫作裡面，這些東西就出現了。要種嘅係啊？劉先生做下工嘅啦。哦，劉先生哦。係啊，幾時個？哦。兩個阿公啊，大神婆啊，老公做嘅啊，叫。真嘅哦。小妹啊。哦，佢動愛識下工係啊？係啊，佢後做下工。做下工。哦，有人看到了。哎呦，咁你特別去做嘅係啊？來看一下，山東嘅蝦公啦，回蝦冇窮樣，冇窮咯。山東嘅蝦公種啊好香，冇污染。他喜歡釣魚，佢都衝來釣魚。啊，真嘅哦，佢當中意嘅世界吳郭魚係啊。係吳郭魚啦，蝦公啦，佢講蝦公拿來煲飯酥，頂好食。頂好食，梗係佢還中意什麼嘅東西？竹筍啊。竹筍哦，你哋為乜魚係啊？因為我根本人寄上本機啊。哦，我寄上一本機，特別有筍乾，有麻啱又做嚟賣啊。哦，一條生生白白嘅蝦公啊，係魏太子家老公曹丕做嘅，準備要寄到台北本劉先生食。魏太子講，無論乜嘅泰山杯嘅神山，劉先生全部都愛，還直接打電話攞熱頭呢。
因为亚头都是刘先生小时节记得的好美食，佢也特别赏识。除係種菜、學雞嘅，每太子按當年來限啲亞搭嚟做生意，變作為泰山杯當有名嘅團購美食呢。哦，你那梯房啊，真嘅啊，別有洞天呢。哦，冇想到兩位還有窯烤麵包誒，還有看到兩窯烤兩爐，兩乜啥？兩個老山啊。哦，伢拉嘅啊，老山。嘿啦誒，兩伢妹嘅啊。嘿，哦，伢妹哦，乜動態幾多歲？17歲啊，湯是客家話呀。哦，佮平常時有留無卡天數嘛？有哦，懂乖，他生意。誒，那窯烤啊，看到東涌佮意大利做佮披薩嘅窯烤誒，佮爐子啊，最重要嘅你都會用乜個木頭啊？牛眼撈梨子，用龍眼木跟那個荔枝木嘿啊。嘿，哦，古時候要用傳統嘅方式去窯烤，像米頭，然後平常用那個火爐燒茶度那位。有，因為個牛眼撈梨子啊，吼，佢耐火性強，嘿，佢係染係白色的，從平常嘅樹啊。相思樹燒出來係烏色的，錯，其實有油脂，油脂對我哋肉唔好。古時候愛用米頭會行得好，係，哦真嘅哦，哦古時候呢下差唔多我來做咧，係，我落去嘅。油配熟飯，膚色啦當重要，一啲都做唔得配過飯。韓國一隻油未係太過，自家做嘅呢。另外呀，配嘅時節我用到嘅牛眼樹同荔枝樹，係當當對南部買來嘅喲。唔似來我吃看看，哦，來，哎，那個皮都仲香咧，冰到了係啊，係，按做的嘛，好，我到得，哦，有練過哈。我太子嘅油配熟飯是係做好員工真好食的，不過因為都係手工做嘅，數量唔多，韓國禮拜2日爭油做，古時話接愛訂一波嘅爭食嚟多。佢比小眾大幫先生唔是白列的，真見啊春到誒！沙來，哦，出爐嘅時間到咧，夾來看一下，來看啊，哦，獎呢？晶晶姐姐來了啊！掌聲鼓勵！阿婆你好，哦，阿婆，你好，哇，劉晶晶的杯長大的，哇，劉晶晶的哇，他杯長大，哇，跟大嬸婆長得一模一樣啊。對。哦，出爐嘅時間到咧，夾，來看一下，來看啊，哦，哇，吼，看起來是東後生嘞。哦，你要生黑嘛個麵包？亞麻籽人乳酪，哦，哎，按用黏嘅咧，你看一下，哦，硬嘅，係，佢打冷係是會軟，啊，是不軟的係啊？哦，我皮到兩米頭嘅咧，哦，很香哦，哎，你看，哦，它那個生嘛，哦，同學哦，食胖而是給它出爐嘅，剛出爐嘅，這個觀念是正確的嘛？我就唔係咧，有冇講？因為啊剛出爐啊，冇介意胖嘅梅頭，最少係變1小時，真嘅哦，等胖冷係長麥，哎呦，該長梅頭長油菜，我該長有麥香。那我來比較看看，料比如放了1個小時，料母放1個小時，我各吃1小片，好，可以各切。哦，你是專門負責切的？對。你是負責烤的。負責烤的。好，1小片是吧？來試看看。哦。厚身，挺厚身。它的表皮呢很有嚼勁，它裡面呢給它胖呢又是很軟綿，所以說你越嚼那個外面的表皮會越嚼越香，然後裡面那個軟綿的那個程度哇，有點接近湛江那個軟綿的感覺。厚身，剛烤出來的，比較硬，它放久就會像這樣軟軟的，這是完完全硬，有點像法國麵包。哎，你看看，哦，很香哦，那 cheese 的米頭。哦，那豬肉料蠻好吃。哦，哪怕中醫啊，
它的表皮啊，吼，酥脆的，有像跟饼干一样，它有酥酥脆脆。啊，里边度呢，哦，你要用该 cheese 的奶香味重重。啊，这种量重都懂好吃的。容易消失很有些。但你啊，吼，你有没有想过，拄了会了在体重啊，唔买胖？头摆爱朋友穷下来啊，过来卖胖来食啊，食落讲哟，你胖，爱咪会做，过来爱电视起只腰啊，过来爱电视做。做有方便人喊阿个，有你就买胖呀，阿个冇诶，是自家做来搞诶，做来食诶，冇像咯偏个人因是讲，未来买胖买来大专业，个人还是便宜买，一条30元是买下去，时间开始是紧做人来。哦，哎，冇想到无心插柳柳成枝哈，没有参与。一下无贴片上去做位，一下实系泰山杯新的特色。特别礼拜六日就有人下等味道也小胖来，也咪系另外一种泰山杯传奇。做起小胖嘅生意，魏太子同老公啊无限切磋，要啲做刘先生亲好食嘅笋干。其实呢，台北咪买嘢多笋干啦，不过呢，刘先生却当中意夹出魏太子做嘅压出，因为有太熟婆。阿美嘅米西，那刘先清他就喜欢吃这个笋干嘛做得来炒菜嘛做得来煮汤，全部做的。拿了泡水，可以炒，也可以煮高汤。高汤哦，那米都很香哦。我这次有记上去啊，竹笋那些生的啦、熟的啦。对。鼓手要用石头的这样压，压一个晚上。它的作用是干嘛？因为那个水太多，很快坏掉。哦，所以要把水沥干，让它成为笋干。还有几杯色豆嘛？几杯？我送给你们吃都可以的。哎呦，我赶紧捏紧。今比俺来到嘅泰山杯协，虽然呢刘先生因为体力嘅关系，冇办法停得下，不过佢做出啲前一日就开出菜单。我因为太子本人咪识看啊，佢亲好食嘅泰山杯好味思。哇，你看到冇？那全部刘先生、刘先清老师最好吃的东西。哦，你真係懂有心。哎，你來啊吼，同樣這樣招待你。哦，對。首先看到亮，哇，亮下降。哦，咁香啊！又香又甜，台北吃唔到，一定要來到呢地方吃得到呀。還有哦。对啊，番薯然后下降中啊，他教我的哦。哦，真係教嘢哦。哦。哦，脆脆，口感很好。你要不靠真的有做吃的天分。哦，你要来也遗传到你。哦，这加了一点胡椒粉，像米都含那好。哦。一道料理嘅食材都係野生嘅，係用魏太子親手種嘅，有機天然，難怪特別好食。就連糍粑咪係魏太子自家打嘅哦。就像劉先生嘅畫作，潘祖地度表現嘅腔樣，劉鳳賢正見當喜客，啲協家客都到為一群缺神嘅人客，魏太子咪當親切請佢哋腔客來食。這種虔誠同熱情，啲現場嘅人都真實嘅感受到嘅。韓國就啲大家見識見大嘴骨嘅客，有咧特別嘅人咪加入眼了。晶晶姐姐來了！啊！掌聲鼓勵！哎呦，阿婆你好哦，阿婆，你好，哇，劉晶晶的背長大的，哇，劉晶晶的哇，他背長大的，哇，跟大嬸婆長得一模一樣啊。對，哇，劉晶晶，那我應該就是照你這個臉畫的啦。哇，好像漫畫人物走出來了一樣。哦，今天看到本尊呐。呀呢就係魏太子嘅媽媽，今年啊94歲了。啲人見俾我來拜訪，還當過來上家門，真件係安子歲呢。客家人有名堂，泰山杯讚。離開嘅泰山杯，小眾在個去新埔，我已看一件保存到當完整、將圈百年歷史嘅火房。火房嘅主人呢咪想留，韓國因為建築風格當貼片，還有咧當貼片嘅名嘅，叫做松堂屋哦。
哇，很强哦，不得了喽！哇，你用泰哥，哇，客家人有名堂阿忠姑，泰哥我都妈名，我那刘荣基，刘荣基，喺嗰日所府嘅嗰年。哦，看到了凤凰啊，哦，真言董奖啊，唐颖贡啊吼，这个那凤凰还有得名称嘛？错。哇，维持的这么好，是谁维持的这么好？子孙吧，子孙哦，就是你负责维持的吗？我负责没有错，但是还是全体这个子孙也是要共同维护啊。哎呦，看到了凤凰真言哦有历史，不过保持的这么好，按讲哎吼，那真言啊东秀看到，真言吼柳丝双堂屋，双堂屋的意思哈，俩还按一堂，俩一堂都俩位，俩按到堂，一堂。前堂、后堂哦。廖福嘅老祖公喺清朝乾隆20年，對廣東饒平個污水溝來到台灣，下後來到嘅上병寮也得嘅去火鳳屋。當時嘅火鳳係毛為重嘅，行過一下看得到嘅宋唐屋嘅規模啊，係喺1918年由廖太公嘅爸廖福清用咗10年嘅時間重新起過。1985年本人列作係國家3級古蹟。2001年，行卡得到文化部古蹟管理維護特別表現獎嘅肯定。廖太公講啊，廖福嘅火鳳為去做按特別嘅宋唐形式，其實係有當特別嘅原因。家下嘅仁俊宮啊，嘅原鄉啊，嘅羅浮有印象，太陽讓我們呈現啦。主堂面前有行了有一堂，然後倆格式啊。完全重裝，而且多的1918年，重建翻新啦。照嘅印象啊，這個羅浮啊，按形式做了兩堂，很像去配當太房、二房，倆是照倫理啊，太房、二房，哦，但是三房啊就本來，你看倆填醬兩片哈，填醬全部有填醬，兩片是冇，你有冇冇填醬？倆冇嘅原因哈，倆櫃下全部係二房，哦，你全部我看二房東太房誒，人棟多，太房，然後三房加起來人數啊，冇二房係1/4。哎呦，跟二房啊唔會講哦，哦，跟二房厲害呢。廖福認定當房係清東年嘅時節啦，總共有99間間房，係嚟300人生人。1983年，韓國啲火鳳後輩起嘅塔。2014年，從下2000嘅子孫拜阿公婆當壯觀嘅場面，本人傳揚。韓國廖福火鳳出題特別嘅宋唐設計，嘅堂號咪當特別咯，唔係直接可能到嘅彭生堂，係李州堂。李兆堂哈，現在個先祖啊哈，我那個劉向公，佢係讀書人啊，有安部啊，在書房啊，天都閣，隔壁坐人看書啊，忽然間一個老人家，總係閒人用啊，我坐啦，我打最久啊哈，是講。人家按什麼？個禮哈，個就種欺負啦。點火來照講本世人來看啊。顯然是看到佢哇，你像劉相公按認真，看唔到還按讀書，有時候應該禮照做工啦，做工不宜看書。就係因為安尼，廖福後代俾到嘅經驗也延禮也讀嘅神奇傳說，鼓勵聰人實忙讀書，故作咪用李州堂來做堂號。日下宋唐屋嘅官邸還有族譜嘅編寫，都係廖太公來負責。結果啊，啲35歲嘅下阿爸過身咧，物界都冇留下來。古數期呢就轉去影響千金700，係去拜訪家族嘅師太人，經過追講嘅方式，一點一點同廖福嘅歷史天天嚟整理出來，同時咪同宋唐屋嘅特色同佢嘅構成做出文史記錄。為後代子孫了解戲日火鳳啊，同這種事極困難哦。喺日本人嘅時代也開始建啲房屋。哦，那這樣是嘅啲人本身嘅經費也沒多，所以全部哈
人讲就地取材，和技术呢，自家去设法用来把本身啊，去做训练，去个各地方让人希望啊，有个印象啊，对不对？所以一步一步按起来。古时候了说日本时代，古时候佢要做到像巴洛克式建筑的行业。日本人带过来嘅功法，功法就是。哦，了什么个？了石狮子，细石嘅，细石嘅。哦，了嘛，迄个日本时代嘅，张宇功法，张宇来功法，但个哈，係佢過來嘅印象。哦，古時候要做到暗用，按特別的東西看到種暗用。洛威佛还有巴洛克式的建筑，因为是受到日本时代嘅建筑的功法，爸爸很跟得上这个时代。经费唔拉，所以变成山档铺好来，再做的是不能用哎。哎呦，真嘅你看，看那梳头啊吼，某一张迄工整、迄完整的，不是像呀，全部都是空窿，然后一样大一样小哎。古时候真嘅看得出来，头摆真嘅动感苦，知嘛？嘿，了拜政府重新涨价啊，开始在哈，所有嘅木材的东西哈，完全用得嘞。哦，修理冇到修理，冇到修理嘅。我看到俩四季王亮，改变了四季王亮啊哈，该用办法按用，用嘛按用，不工整。所以就像原来呢，我俩木头呢。牛面书啊，牛面书，轻硬啊，个材质懂吼，冇坏脱啦，冇坏脱，所以我讲我坚持啊，我留下来，后上后退啊，低冇经费，将呢，切了迄经济嘛，那真经做第伢爸爸头摆做了事嘅，真经是动辛苦。按用这位将就要经济那种讲法，伢爸爸真经认真，详细看下松堂屋嘅建筑，整件都係泥豆嘅，完全都冇石頭砌嘅。劉太公公呢，也咪係家爸爸為到嘅爺爺前唔拉嘅情形作為設計，出係邊出譜，彼此否縫嘅完整。劉太公喺10年前係為到家族嚟作為一個唔是有個位太設計。你也會用某下注重咩？全部一下鐵技師。因為我個神龛嘛，就迄樣睇啲呢，留下劉家人子孫，東島根本冇法度用那個按島人，又要留鐵，所以就要想辦法呢，用一推四推，就推表，你排做好呢就30日啦。30。但是你30日下晚，你15國咧，網友出世呢。那這個當腳下就封條，都搭起來。真有型呢，還已經那個預售屋都已經前下後真嘅有用心對注重，即注重一定要有保有研究按用用心的好的啲。我都多按用啊，我無想辦法來解決嘅問題啊，我對祖先對我後退會對唔過啊。劉太公公就算啲阿公婆排檔冇下面嘅，後退子孫還係做得啲出譜蛋糕嚟查看下自家係鐵技師嘅子孫，唔會有冇下到嘅情形，咪唔會再個有唔錯嘅情形發生。劉屋嘅歷史對其亞太歷史清清楚楚流傳下來。而俾人訪問嘅兩個劉屋人，劉興欽先生同劉永基太公，一度都係希望盡自家嘅力量。在網揾客家文化同家族嘅功用流傳下去，前邊人已經帶頭作為，接下來呢就由人後生一代來表現，本期繼續延續下去。